亲啊，今仔日2月14是这个西洋的情人节，要祝咱的乡亲时代情人节快乐。啊，今仔日咯，有袂少人会买一束这个玫瑰花送予太太，或者是送予情人。啊，讲因为天气冷，水气较湿，这个国产的玫瑰花损伤严重，花量比以往较少，计数嘛比旧年起2-3成。去年这个一束99蕊的玫瑰花大约是8000块，今年爱1万块。嘛有消费者讲，去年一束5蕊的玫瑰花是300块，今年同款的数量变500块。虽然今年的玫瑰花起价互人真有感觉，但是有袂少的男性朋友拢讲，这个一年当哦，才1-2届的情人节，虽然这个花有较贵，嘛是会当来接受啦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